今年的6月初4，中国天安门事件倒满35年，民团嘛要照常办展览甲暗会。今年嘛要探讨香港这几年来失去民主的变化，和中国怀霸扩张的现状。一个主动战车继续驶的坦克人相片，让艺术家用鲜墨的色水重新呈现。今年6月初4是6·4天安门事件35周年，这个关心人权的 NGO 团体举办展览，还有纪念暗会，让世界关注人权议题。6·4呢，早就走出从单纯关心中国民主的问题，从那个民族主义的角度我们早就摆脱了这个枷锁或者这个窠臼。我们现在是从普世价值，然后邀请全球关心中国霸权扩张的所有的人民、民族和公民团体，共同到我们的自由广场到自由的台湾，共同来维护人类这个拼搏几个世纪以来的普世价值。这个当咧中正纪念堂举办的6·4天安门事件35周年的艺术展览，收集台湾、中国、香港等来自世界各地18个艺术家的作品，有画作、影像，各批评中国伫6·4天安门发动镇压的T6条这款雕刻品。讨论的议题也为6·4天安门出发，延伸到香港反国安法这款人权运动，以多元的手法讨论各款人权议题。在香港回归之后，在大陆政权之下所受到的现况，以及他们过去曾经发生的过事情，以及现在我们台湾经历了转型正义，然后以及做到的事情，透过艺术家比较敏锐的观察度，他可以去将一些作品、一些当下事件的一些情绪，或是藉由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。另外，今年6·4事件35周年，这个民间团体6月初4会伫自由广场做伙举办纪念暗会，为东港下晡2点开始，会有民主议题的电影放映、民主市集、摆蜡烛这个活动，要纪念这段重要的历史。记者郭林友凯台北报道。